频频起了叶价，引起着叶贩员对因厝内人的不满。东东伫美浓，甲孙仆的平向型翁仔某找真济麻烦。也毋过本性善良的东东，并未讨人厌。慈爱的老帮门翁仔某，对佩佩敢若是捡着宝共款。也毋过，即个恬恬毋讲话、个性倔强的细汉查某囡仔，有当时啊，卖互老实翁仔某毋知影如何是好。婉婉已经决定要送互较早做过母女的周爱娜。也毋过，婉婉对大姑阿姐已经有真深的感情，这是婉婉心内面无法度解开一个结。伊家己掂掂啊去找答案。高树下发现查某囝失踪了，伊怀着沉重的心情甲病情去找婉婉。哎呀，林更红，哎呀，林更红啊，你伫倒位呀？无论天边海角，我一定要找到你呀！哎呀，少爷啊，你回来啦！有一位小姐啊，伫咧等你咧。婉婉，你来走来遮？阮兜壁顶有写恁车行的电话，我敲电话过来问，倒位就甲我讲啊，我就坐公共汽车来找你啊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敢知影周阿姨因兜？我知啊。你带我去找伊好无？是安怎你妈毋带你去咧？我嘛破病啊，因为疼规暝拢无困，早起这骂我，讲拢是我去的。你哪要想去周阿姨因兜咧？我想要做乖囡仔，莫阁互妈妈伤心吗？好啦，我送你去。想。婉婉，阿姨，紧入来啊！叫先生，请入来。啊，多谢哈。婉婉，既然你来啊，我等下甲你妈妈讲好无？好啦。安尼我先来走。嗯。再见。婉婉，先入来哈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厝啊。你妈妈也是决定让你来啊。是我家己要来的。啊？你来这，你妈唔知哦？安尼要哪会使？你坐踮遮等我，我去洗面化妆，然后带你去见你妈妈。好。医生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有介意你的房间无？介意，阿姨，
这钢琴遮大台的呢。会晓弹袂？我弹过，以前阮爸爸有买互我，遮大台。迄是铁头咪啊！这种钢琴吼爱老师教哦，我甲你请老师教你弹好无？好啊。那呢，咱即摆来恁兜，你亲嘴甲你妈妈讲，讲你介意阿姨，你愿意甲阿姨住，做阿姨的查某囝，你敢会晓讲？会晓。婉婉就乖啊！我来接电话啊，哈。嗯。喂，我就是婉婉，婉婉伫我遮啊。啥？王太太的病院急救，倒一间病院。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好，我马上带婉婉过去。周小姐，歹势吼。袂啦，我接到你的电话串一条，伊即摆安怎？即马已经无危险嘛。我来通知秀秀甲东东，因较大汉会当来陪因妈妈。哦，你紧去，我甲婉婉来照顾王太太。好，我2面就转来吼。嗯。阿姊，妈妈哪还唔回来？我嘛唔知。佩佩，你要倒来枵袂？阿姊去买面包互你食好无？无，我要等妈妈回来才去食。你们从啥？东东，安怎是？阿姊，伊要跳爸爸追过车啦！东东，莫甲人相拍哦！你从啥？这是阮爸爸的。恁爸爸已经死啊？对啊，车那么乱高高，一台欧高车，稀罕哦。拢是歹天啊，为什么好吵样啊？应该走。恁敢讲动阮爸爸的车？我就要亲像李小龙拍外国拍人同款，甲恁拍到走袂离。你要走？东东，你搁甲人相拍？是嘞吼，莫相拍好不好？哦。阿姊，我想好啊，我回去美容进前，甲迄台车修好好。为什么要修你车？妈妈甲我讲的啊，伊讲你想要卖水果饲弯弯。妈哪会将这款代志甲你讲？我是大汉后生啊。妈妈讲厝内的代志拢爱甲我参详。对，查某囡仔就应该安尼。对哥哥，阮妈啥物代志，嘛是甲我参详。赵哥哥，你哪会来啊？阮妈妈伊无咧厝诶。我知影，我是来甲你讲一件代志，大家袂当哭哦，慢免着惊。恁妈妈即摆咧住院。囡仔拢还袂食饭吼，小等下是毋是爱先带去食饭？周小姐，这是柜台留你的字条。哦，阮先生下晡2点半要转去马来西亚，还阁有1点钟过的时间，
我必须爱赶回去一撮。哦。秀秀，婉婉，东东，贝贝，恁妈妈已经无要紧啊，互伊暂时先休困一下，我带恁来食饭。对哥哥，我巴肚袂枵，我嘛袂枵，我不爱食。我要留伫遮陪妈妈。袂用子，恁即马爱甲我做伙食饭，等下食饱，我才送你转来陪妈妈吼。佩佩，你有想要食无？想啊，大姐，恁去食啦，我留伫遮陪妈妈。要去就做伙去啊！行啦。婉婉，阿明，阿明，阿明，庄卡所在一落雨，就足无方便呢。我嘛是庄卡人啊。你讲话哪皮皮喘哈？你得紧张哦。我真正无想要来恁兜。早晚你还是要见阮爸妈。我若想着要见恁爸爸妈妈吼，我真正会惊呢。我都唔惊，你惊啥？你写几落张批，恁爸爸都唔答应咱的婚事。是阮妈唔答应，唔是阮爸啦。阮爸又在暗中替咱讲好话咧。秋霞，你应该唔是养女吼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是咱恁兜一定要互你嫁一个有钱人咧？是为着我好，惊我食苦啊。嫁互我，敢真正会食苦？若是真正会食苦，敢若怪我命无好。爸，爸，爸，伊就是王明。哦，好，阿伯，你好。嘿，哎，请来面坐啦。好。爸，妈咧？去庙里烧香啊啦。阿明。嗯。你甲爸讲啊。好。来，啉茶啦。多谢。唔免甲我讲啦。你家己介意哦，你就对伊去啊。以后吃苦受罪，你爱家己担，莫互你妈妈知影就好啦。好，是我家己愿意嫁予伊，莫讲食苦受罪，就是缀伊去死，我嘛甘愿。阿明啊，我甲查某囝交互你，你要好好对待伊哦。我知。阿明，阿明，小姐，这是倒位？这是病院，王太太。病院，我敢若会记得我倒伫咧路里。一个姓赵的先生送你来的，爱人咧，有足侪人伫咧遮，因拄仔才走。敢有囡仔？有4个，3个查某，1个查甫。那呢一定有婉婉，因找到婉婉啊！还阁有一位周爱娜小姐，伊嘛来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暖心房。
遮尔受气啦。我并无反对你去照顾婉婉的妈妈，我只是讲哦，你要拨一点时间来送我去机场。要若无我开车去机场，想要开回来，啊，你又搁留电话，我当然就要敲电话去病院找你啊。好啊啦，我人拢转啊，你搁一直念袂煞。我想要问你啦，婉婉的代志到底安怎决定？还未做最后决定，婉婉这个囡仔，我还毋捌看过咧。是谁叫你昨暗唔转来哈？人透早一早就来啊啦。有来啊、哦？伊对伊的房间非常的满意哦。只要伊满意，伊妈妈袂有问题。安尼就好啊。对啦，艾娜，你敢阁有欠钱用啊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几落摆啊，上好莫问哦。你上好是凭你的感觉啦，是毋是应该互我你心肝来上清楚啊？老实讲，你第13年买互我1500人，我嘛袂枵死。啊，你若是要互我嘛袂嫌多哦。艾娜，你今仔食唔着药啊？那火气这尔大。你若是要叫我送你去机场？行。艾娜，你还袂甲我话别咧？哎哟，煞煞去啦！我今日无心情啦，我即马心肝内敢若有弯弯。拢是你，甲妈妈气到破病。我是安怎？我嘛是想要互妈妈欢喜，家己走去救阿姨因厝啊。好啊好啊啦，你着搁个因兜冤家，生啥物款哈？少爷，你四个狗囡仔哦，比你较乖咧。莫废话啦，你若是乖囡仔，你嘛袂来开车。囡仔拢食饱啊？拢啉好了。妈，你是到上受气啦？个你啊，敲一个电话来讲，要带4个人来食饭，害我做遮尔大鼎饭，我3工嘛食袂完，还阁剩遮尔济菜咧。不要紧啊，头家娘啊，等下哦，把遮剩的饭哦，还阁有剩的菜哦，拢总包起来，我摕去互隔壁的小胖食啦。小胖是啥啊？白白肥肥啊，真水一只狗啊啦！哎呦，你这死囡仔咧，这是我开钱买的呢。你剩的饭哦，还阁有菜哦，食了会破病啊，还阁找医生食药啊注射，万一哦要阁大医哦，迄都要开足侪钱的呢。呸！妈，我要出来去啊。你要出去啊？我要送伊转去啊。辉日今仔车也无要出车，有倒一出林陪你，你也袂寂寞啦。对，头家娘啊，等下咱食饱吼，我陪你看布袋戏啊。等一下啊！喂？啊？Hello？哦 ，yes。你稍等一下吼。太太啊，等我。太太，等我。Hello。爹地啊，我看你去困觉啦。咱的公主哦，布袋戏还未看完，我是要安怎困啦？我即摆去甲伊关掉。妈咪，袂了的啦。惊啥？这是咱兜呢。哎呀，是你家己请来，咱食一点仔亏无要紧啦。惊啥？我就唔相信。哼！气死啊！当咧紧张就搬了啊！太太，多谢哦，你哪知影我拄看了尔哈？真心想要困觉，你嘛好去休困啊。我还袂使。啊，对啦，太太啊，我差点要袂记你，有你的电话呢，迄个讲 hello 的。Hello。
乖囝啊，我陪恁爹伫咧花园内底。喂 ，Hello，Peter，Hello，Peter。阿琴啊，你这唔是款的呢？这是阮囝为美国卡来的电话，你请怎不爱叫我咧？我有叫啊，是你家己无听到诶。报地戏搁当紧张，想叫伊早唔卡慢唔卡，偏偏啊这个时阵才卡来。你甲我走，你莫走啊！你回去厝内去看你的报地戏，看甲欢喜。妈咪啊，是安那的哦？你哪会遮生气啊？乖囝为美国卡来的电话，伊为边仔那一个坑咧，严叫我，真他亲像是使用人，敢若请一个小奶奶转来。我叫伊莫走啊啦！要叫我走会用的啊！我即马薪水是6000，若是搁叫我转啊，就爱加到8000。妈咪啊，厝里袂当无人啦，袂搁找一个哦。搁找一个，敢若亲戚朋友的电话，因甲咱是啥物款的关系？代志的轻重，拢爱真久才舞会清楚。搁再讲，敢袂当配合咱的生活习惯，这拢是问题啊！我不管啦，你去甲伊讲啦。哼！阿琴，阿琴啊，阿琴，阿琴啊，阿琴啊，咱相处了袂歹啊，莫走啦。即马要留我会用的，搁加2000。等我行出这个大门吼，爱搁加2000。啊？囡仔这有啥物好？规冰箱的汽水，一个也都啉了了。哎呦，囡仔伤少嘛唔好啦，像你哦，干那一个囡仔尔，到时哦发生啥物问题哦，我一个都没有啊。你这个乌鸦嘴，敢会晓卖讲话啊？喂，你是啥？哦，平小姐，你伫倒位？台北车站。哦，你拄仔落车哦？哦，着免出去啊啦。甲王家迄几个囡仔，有啊，有东东啊。哦，你是要来遮东东的哦？啊，那呢，你去因兜看卖啦。东东，大姐，大姐，我是来这里转去的。大姐，我妈破病啊。其实嘛无啥，古镜头主要是婉婉的代志也未安排好势，所以我无送东东转去。啊，婉婉嘞，等阿姐去河边洗衫。你还赶紧要带东东转去创啥？你要开学啊？你咧紧张啥？还阁15天的呢？恁爸爸咪当甲好好讲是啥先变班啊？另外有一件代志，一定爱东东家己转去。啊，什么代志？好代志，伊帮助警察破案，抓到贼仔，警察叫要甲表扬。真是的哦，东东，你乃无甲妈讲哈？我嘛唔知影啊。东东，你足搞的呢？无啦，迄个贼仔伊家己说的，谁叫伊要家己走来互我翕？翕相机是我送你的，安尼讲起来，我嘛有一半功劳哦。安尼我甲奖状拆一半互你。东东，妈足欢喜的，你就甲大姐转去啦。无啊，妈妈的病还袂好。我已经好啊，等我甲婉婉秀秀安排好势，我就转去报地。那安尼我先出去一个。东东，素清，莫烦恼，一定带你转去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婉婉，创啥？带我来一个。东东，什么代志？
阿姊，无你的代志啦。婉婉，较紧嘞！哎呦，什么代志啦？婉婉，美容的大姐来接我啊！哥哥明仔载就要带因转去美容啊！你要倒去美容，是安怎要甲我讲啊？我是你哥哥，你爱听我的话。嗯，妈妈上疼咱，上辛苦，你爱互妈妈欢喜，唔通互大箍阿姐欢喜。我唔知影你咧讲啥。哎呦，有够戆的啦！你去周阿姨因兜，妈妈就会欢喜；你去大箍阿姐因兜，大箍阿姐就会欢喜。妈妈袂欢喜，我嘛袂欢喜啦。好啦，你莫较歹嘛。你若是唔听话，我会搁较歹哦。嗯，这是陪妈妈互我的，我唔甘开，这100块互你。为什么？阮兜开制伞工厂，较有钱啊！紧摕咧啦，袂当互阿姊甲佩佩看到，也若无，因会讲我偏心啦。我袂，会不会骂我爱开钱爱水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就算我借互你的，你将来才还我啊。喂，麻烦你甲我接203白房的果球下。啥？出院啊？要哪有可能咧？喂？喂？奇怪，这是安怎哈？来啊！哎，婉婉。佩佩，你来看我房间。小姐姐，啊婉的妈妈已经出院啊。我拄好想要去看伊呢。这是我的同学边硕谦。啊你好，我是东东的大姐。啊，欢迎欢迎，内底坐啦。请啉茶，请啉茶。多谢。阮甲婉婉送回来，我妈妈身躯边敢若春秀秀。秀秀，恁看，修理袂好诶。迄摆车祸，恁爸爸走啊，车拢歹去啊，咱一家伙仔嘛拢散。妈，我希望永远陪伫你身躯边。我甲王太太讲过啊，为着秀秀的前途，虽然伊的身体无好，需要人照顾，也毋过伊绝对袂甲秀秀留落来。可惜我毋捌生过囡仔，袂当了解做妈妈的心情。好佳哉啦，这囡仔拢真友好，啊若无王妈妈吼，为因食遐尼济苦，迄毋才冤枉咯。有啥物了不起？佩佩，咱来走。佩佩，你以后就来美容搁个遐耍，莫再忙冤啊。秀秀，做妈的，每时每刻拢伫关心你。小弟小妹虽然送走啊，也毋过妈也是足挂念伊的。伊拢过了真好啊。秀秀，你是阿姊，我有一个心愿，你以后毋通袂记你。每一年甲小弟小妹见面一届，就算是一天嘛好。因兄弟姊妹见面，你就爱甲因讲，一定爱记你的亲情。这点若是做会到，爸爸妈妈
伫救全之下，嘛会感觉安慰。妈，你莫阁讲啊啦！我无趁即摆当甲你讲的时阵讲，是要到什么时阵才讲呢？你会定定甲小弟小妹写批，嘛叫因互相写批。若是无安尼，我烦恼日子若久，因的感情就变薄啊。袂，阮的感情永远都袂变薄。会，一定会。因拢细汉，伫别人家过惯势啊，迄个人的生活就会改变伊，最后连亲兄妹拢袂认识。我唔相信。秀秀，这件代志就歹讲的。亲像彬彬，伊伫业界大汉，业界有钱，伊家己就会感觉伊是一个少爷。阿姊自细汉上喜欢的佚佗物啊，就是这几下布王啊。即马阿姊大汉啊，想要甲因送互恁，恁来答应我哦。爱听伊、爱伊，好好照顾伊。我要甲伊爆料，逐工拢甲揽咧困，搁要甲洗身躯。我要替伊做真水的衫，逐工甲伊热头，啊若无，人会看伊无？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你是安怎想？我带你去食饭好无？我想要家己一个人想遮多的问题。你遮尔啊细汉，免哪遮多问题啦？你要讲互我听无？我就想阮妈妈，唔知影阮妈妈是毋是嘛会想我？当然会啊！过2天吼，我就带你转去看你妈妈，好无？好。东东甲佩佩，甲我冤家已经走啊，唔知影以后因是毋是会唔睬我？因一个是你哥哥，一个是恁小妹，你放心，兄妹之间袂有冤仇的啦。我搁咧想，我应该叫你阿姨，还是叫你妈妈？我听阮阿公甲我讲，囡仔若去别人家，就变成别人家的囡仔，一定爱扮领养的手续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啊，你是领养我做你的查某囝哦？对啊。那安尼手续办好啊袂？啊袂呢。那安尼，我暂时还是叫你阿姨，好无？好啊，惠弟，我嘛毋要做个妈妈。等办好了后，我再叫你妈妈。婉婉，你足乖呢。哦，来，我甲你讲吼，这是咱家的锁匙，这2支是大门鞋，这支是你房间的锁匙哦。将来等你若就学了后，万不离我有应酬出去无伫厝的，你就用家己开门入来啊。来，安尼4怪就要落去啊。阿姨，应酬是啥？譬如讲食喜酒啊，或者是甲同学的聚会啊，啊，搁有阮朋友的生日啊，这拢算应酬啊。哦。行，我带你来去西百货公司，甲你买衫、买鞋、买你喜欢的物件，然后来去餐厅，咱好好食一顿，我即马只想要食溜鱼机尔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
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豆豆，刚哥要食一碗。头哥，给我一碗。哦，佩佩，你咧要过来请我无？俺是宝嘞，你讲啥话啊？俺讲俺是宝嘞，你是毋是在讲客话？佩佩，你一定就想你第三个厝吼。对，先是裴小姐，多谢恁甲培培送回来。我顺路啦。顾马开。我讲我生了就欢喜耶。夜摆啊，早起老妈妈迄几廿日咧，看到阿姊，又看到哥哥，转来吼爱舒心，准备吼读册啊。爸爸，妈妈讲什么？恁妈妈讲哦，你爱准备读册啊啦。哦，老婆婆讲吼，我老记买的一台钢琴啦。爸爸，妈妈讲什么？哦，你妈妈讲哦，伊哦，甲你买一台钢琴啦。妈妈，钢琴在倒位？台nhà房间啊。东东，去看我的钢琴。我去掠准像弯弯因兜的钢琴，遮尔大台。佩佩，你袂当安尼啦！你即摆还阁细汉，等你大汉啊，你妈妈一定会买比弯弯因兜阁较大钢琴互你。敢真是的？只要你乖，听因的话，因一定会买互你的。妈，大哥阿姊转来啊？真是的。你转来啊？哎，你还要困啊？这2天你拢住倒位啊？公司啊，公司的脸皮内面有搭布景，有房间，有被，有眠床，四界拢嘛通困。你是在迷阮？我迷你要创啥啦？我有2组戏咧赶呢，想要加趁一寡钱啦。毋是为着弯弯？弯弯，哪有可能啦？弟，弯弯去周小姐遐。已经去啊。去啦，应该爱去啦。我并无反对的。你即摆倒来台北吼，也是我敲电话给周小姐的啦。让周小姐吼，毋知成一个咧带囡仔的，我要哪有成啦？弟，你甲阿明是足侪年的好朋友，自我甲伊结婚开始，你就斗3工，一直到今嘛。
迄是我应该做的啦。恁结婚吼，我嘛感觉真公平呢。莫讲别项啦，就是点恁兜食便饭吼，拢比我伫面搭吼食了搁较好啊。莫阁讲啊，你还阁定定甲阮斗相共，逐工买足济菜，你也毋是逐工拢来食，也毋过大概来拢买鱼买肉，哎，好啊好啊，坐来做伙食啦。也有汤呢，恁先食。笑哈，坐来食啦。哎，啊，恁两个人讨论遐久，啊，这头一体，恁是要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啊？这哪会当随在阮的啦？查甫查某拢好啊。啊，对啦，你甲囡仔号一个名好无？哎，你唔通看讲吼，我是一个罗汉卡呢。当年吼，我嘛有做过想要娶某的梦哦。不但是想要娶某，而且甲囡仔名拢好好啊。你还阁无算老，还阁有希望啊！哎呀，我即马吼已经无希望啊啦。哎，安尼啦，我甲我这吼囡仔想好的名吼，让互恁啦。你讲叫啥？哎，那生查甫的吼叫做东东，那生查某的吼叫做秀秀。东东秀秀，哎，袂歹呢。哎，有够紧，目这个年吼15年啊。是啊，秀秀甲东东的名也是你好的。这拢小可代志啦。老实讲啦，我今仔日转来吼，是要互恁较早转去布地啦。是安怎？昨啊，我拄着阿明因表嫂呢。啊，你是讲阿良？伊出国了吼，同款是咧做佚佗啊啦。伊咧甲我探听讲你搬去倒位啦，我讲我唔知啊。我惊讲吼，万一若找着你吼，会甲你惹足侪麻烦的啦。你紧回去困啦，我明仔早起吼还阁早班通告啊。妈，像是阿良哈？是恁爸爸的一个表小弟，恁无见过面。以前无听你讲过。我甲恁爸爸结婚无偌久，迄个时阵你还未出世，伊甲恁爸爸冤家，恁爸就不准伊搁再来啊，所以恁嘛无见过面。伊是做啥哈？莫问伤济啦，妈提醒你，以后若是拄着伊，就讲无熟悉，知影无？嗯。东东，我先去找阿坤啦。甲你送转来，还未记到爸妈，你就走，遮尔热。哎呦，大埔囡仔哦，哪有唔热的啦？嘿，东东啊，警察叫我要甲你表扬呢。我知影，大姊已经甲我讲啊。这是咱兜的大代志哦。爸，咱当时来去。哎，就是分局长吼，本一面旗仔尔，当时拢嘛愿去呀。那你就趁着面的，咱做伙来去。好啊，我来翕相，留做纪念。安尼好哦。哎呦，吉啥啦？东东拄啊转来，嘛爱换只衫，洗只面嘞啊！哎，老爷啊，紧去买哦，上长的炮啊，转来放。啊，都还阁放炮啊！哎呦，唔免啦妈，咱中国人什么代志拢爱放炮啊。哎，你唔是中国人哦？哎，师傅啊，我摕一支扫帚去外口，甲人客扫入来好无？唔免啦，拄开无，哪有啥物人客来？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哎，像是头家啊？你要创啥啊？你甲我讲像是头家啦？哦，伊啦。啊。头家啊，你贵姓啊？
我是妈，请坐。唔免，嘿，这附近哦生意袂歹，有我照顾吼，无人会来甲你啰嗦啦。哈，多谢。无，我请你食一碗面啦。多谢，无兴趣。哎，你会当伫这附近探听一下。5年前哦，我就伫这附近走跳啊啦。即摆伊嘛拢知影，我小马又搁转来啊。哦，我伫遮住10多年啊，毋捌听过小马，也毋过真侪人捌我一个老马。你，我今日拄开幕，你安算要安怎？我明仔载就互你关门。师傅啊，你是创啥物的啊？无创啥，一个佚佗啊，规工敢若讲大声话，想要骗食骗啉来过日啊。来，背包放来，甲便面陪留着。是。来，去甲送进来。是。啥？拍麻将啊？哎呦，遮尔晚还搁拍麻将？咱迄只会当拍2枪哦。阿桑啊，阿桑啊，紧转去啦，老爷咧找你啦。老爷，你叫我？阿桑，以后若毋是我，还个太太、少爷、少奶奶，任何人拢不准抱彬彬去大门外佚佗。老爷，是隔壁房太太找我有代志，我一直甲彬彬抱咧，一放手伊就走啊。伊是一个人，踅2支脚，伊当然会走啊。我嘛是人，我嘛有2支脚。换过来，你走！你莫甲我增加心理上的负担。换过来，恁离我较远的，恁若是搁啰嗦，我就离开恁。表嫂啊，咱真侪年无见哈。听讲，阮表兄发生车祸了。已经2年啊。哦，啊，你生几个囡仔？你想要创啥？哎，我是阿明的表小弟，伊死去啊，我当然有义务爱收养因啊。第一件代志，就是拢是阮表兄是啥物人。表嫂啊，你甲我当做白痴哦！我甲你讲啦，我早就去户政事务所查过啊。5个囡仔，你甲4个袂掉去啊！即马敢若剩秀秀对无？阿廖，你哪讲这种话？啊，莫搁讲啊，甲秀秀叫在。伊无伫哩。好，我家己来找。阿廖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
走。